大家好，我是罗胜彪讲法师，我是占度固仁波切的多年弟子。我呢，多年在仁波切身边呢服侍他。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也很感兴趣的一个课题，那就是心咒咒语。大家听说过咒语，就是说认为说有些咒语好像威力很强大，就是说能够辟邪啊，能够驱魔啦、能够招财等等。到底咒语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这样子想，从一个众生从他出发菩提心到他成佛为止，那段时间他需要三大劫，这是经里面说的。三大劫是怎么样的长的一段时间呢？是非常非常长，上至几亿、几十亿年的时间。你想想看，这个几亿年的时间里面，他生生世世都在修行美德。什么样的美德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说谎，不妄语等等这些美德，他生生世世几亿年都在修这个美德，到最后呢成佛，然后就圆满成佛了。那他的这些功德呢，佛的这些功德呢，他这些修行的能量呢，如果浓缩成那么一段这个音节声音，以声音来体现呢，就是叫做咒语。所以呢，如果我们念咒语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正在汲取佛菩萨他们几亿年三大劫修行的功德的美德的能量的苦行的种种，我们就能获取他们的这个佛菩萨的加持。那第二点呢，这个咒语呢，它有什么功用呢？就是在我们做禅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专注。所以呢，如果我们专注这个咒语，念咒语，专注这个咒语，久而久之呢，当我们念上千遍万遍的时候呢，就能提升我们的这个心智的这个力量。什么样的力量？就是能够加强我们的记忆力，还有我们可以开始就是追溯，可以开始想到记起前世等等的之类的事情。那就是这个就是念咒语的力量。那第三点呢，念咒语呢，我们念的那个本尊的咒语，它代表什么样的性质？那我们念咒语呢，我们就能得到那种效果。比如说白度母或者是药师佛，他们的特质呢，就是治疗，就是呢让疾病痊愈，就是呢赐予长寿。所以呢，我们念这些咒语的时候呢，念多了之后呢，我们身体呢就能更健康。然后如果有病痛的话，就能消除病痛，然后获得长寿。获得长寿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修佛法获得长寿，并不是来让我们继续享乐，而是如果我们寿命长的话，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修行佛法。那这就是念咒语它的功效。那又比如说黄财神，他的这个咒语，我们念了之后呢，就能招来财富。还有就是让我们这个生意上的失败或是钱财上的问题的种种这个根源呢去除。那人家会问，为什么念这个黄财神的咒语会好像有这种世俗的获得呢？其实呢，它真正的原理就是它逃离不了因果。就是当我们念黄财神这个咒语的时候，其实呢，它在我们心事中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让我们更加慷慨。那如果我们是非常欠吝、非常吝啬、非常斤斤计较的话，念这个黄财神的咒语，它就能让我们更加放得下，然后更加乐善好施，这样呢就制造了这个财富的这个因，这才是这个念黄财神咒语的这个真正的它的原理。然后念这个护法，比如说多杰凶灯护法的咒语的话，多杰凶灯护法它本质是文殊菩萨，那文殊菩萨呢就能赐予智慧，所以呢，我们如果多念这个多杰凶灯护法的这个咒语的话呢，我们就能获得智慧，就能开智慧。最终呢，最高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悟得这个空性的智慧。当我们悟得这个空性的智慧呢，我们就能彻底的脱离这个轮回，脱离这个痛苦的这个娑婆世界。这就是念咒的它的功用。刚才所说的那些功用呢，其实是比较低级的功用。这个咒语呢，也有更高级的这些效果，
他们叫绝密心咒。什么叫绝密心咒呢？绝密心咒是非常秘密的，是那些没有受过灌顶的人是不能够修的这个心咒。这个绝密心咒呢，除了口念诵以外呢，它还能和我们身体里面的气结合，在我们身体里面72000条这个经脉里面流动，然后最终呢结合到我们的主要这个经脉里面去，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就能控制生死。真正掌握这个绝密心咒的人呢，他们其实能够掌握生死，他们能控制什么时候死亡，什么时候心事离开身体，什么时候投胎去哪里，去哪一户人家，哪一对父母投胎再为人，继续修行。所以呢，真正掌握这个绝密心咒的人呢，他们具有这种能力。那现在跟大家讲一则就是真人真事。那占都古仁波切呢，有一名多年的弟子，他叫陈桂霞。那占都古仁波切在1992年第一次到访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见到了陈桂霞女士。那仁波切呢，就指示陈桂霞女士修这个心咒，什么样的心咒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心咒，还有多杰雄登护法的心咒。那陈女士呢也照办了，她用了8年的时间，完成了100万宗喀巴大师的心咒，还有300万这个多杰雄登护法的心咒。那在大概6年前呢，就是突然间呢，这个陈女士呢，她就发现她喉咙有问题，她就去检查，检查之下呢，就发现她得了这个食道癌。食道癌呢，在这个中医里面呢，是属于4大难症之一，就是说食道癌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个癌症。那陈女士就去询问仁波切，然后仁波切呢就给予她一系列的这个法会和修行去做。最终呢，到他照做之后呢，那他多年之后呢，他再去检查的时候呢，很惊讶的就是医生说呢，他已经没有这个食道癌了，完全没有这个癌症的迹象，这是一个奇迹。那医生们呢都说要把这个个案呢放进这个医学杂志里面，所以由此可见呢，因为这个陈女士她多年前念的这个累积的这个多杰雄的护法的咒语300万，累积了很多的功德，以致呢，当他有面对这个障碍的时候呢，这个功德呢就能够帮他消除这个障碍，让他在这个非常艰难、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癌症之中呢，奇迹般的痊愈了。这就是念咒语的威力。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各种多杰雄登护法的这个咒语。多杰雄登有5部，主要的一部呢，这个主尊呢，它是可以赐予智慧，赐予我们成就，所以呢，它的咒语就是 Om Benza Wiki Bitana Soha。我们念这个主尊的这个咒语呢，就能开智慧。那接下来，如果我们需要有这个治疗，有病痛、有疾病需要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念 Om Benza Wiki Bitana Shanti Siri Hom。念了这个咒语呢，特别对加强我们身体的健康，消除疾病非常有效。接下来呢，要讲的就是这个增长的这个咒语。那有时候呢，我们生活中呢，就遇到这些财务上的困难。那我们需要有这个帮助呢，让我们解决财务上的问题，然后才能在我们修行上能够继续。那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这个增长的这个咒语。增长什么呢？增长财富，增长这个善缘。那它的咒语就是 Om Benza Wiki Bitana Soha Secho Paujo Longcho Tamche Putin Kuru Om。那接下来就是多杰雄登他眷属的这个心咒。Om Dhammapala Maha Ranza Benza Begawana Rudra Pansa Kula Sawa Shatrum Maraya Hom Pe。那有时候呢，我们在念咒语的时候，难免就是有分心，或者是散漫，或者是有负面的念头。那我们就念这个金刚萨埵100字明咒 ：Om Benza Sato Samaya Manu Palaya Benza Sato Teno Patita Didro Mebawa Suto Kayo Mebawa Supo Kayo Mebawa Anurakto Mebawa Sawasidi Mepayatsa
sawa kama tsutame tisham shuyam kuruhum ha ha哈哈吼 bagawan sawa tathagata benza mame munza benz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这就是金刚萨埵的100字明咒。那如果是祈求长寿，增加寿命，治疗疾病和保护不要遭受疾病的干扰的这个咒语呢，就是 Om Benza Viki Bitana Ayu Siri Hom。那接下来这个咒语呢，对我们需要聚集世俗上或者修行上的这个资粮非常有用，就是 Om Benza Viki Bitana 不念 Siri Hom。那接下来这个咒语呢，是有调伏或者是控制的这个功用。控制什么？调伏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些负面的众生或者负面的人，比较很难去处理的这些人事，或者是龙族等等、非人等等，我们需要有这个能力去控制他们，去调伏他们，以便呢我们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学佛呢，我们就用这个咒语，多念这个咒语 Om Benza Viki Bitana Washam Kuruho。接下来这个咒语呢是有这个功用，就是克服什么呢？克服障碍，克服负面的能量，内在和外在的这个敌人。Om Benza Viki Bitana Shatru Maraya Pe。接下来这个咒语呢，能够赐予我们悉地。什么是悉地呢？就是成就。Om Benza Viki Bitana Siddhi Palaho。接下来这个咒语呢，能够让我们获得出世间的悉地，也就是出世间的成就。Om Benza Viki Bitana Sawa Siddhi Palaho。那接下来这个咒语呢，能够赐予我们保护，保护我们呢，不要受外在的这个干扰，或者外在的这些危险，或者是非人或者是邪灵的干扰。那这个咒语呢，就非常有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或是出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念这个咒语就很有效，能够对抗这些负面的这个能量。Om Benza Viki Bitana Rakya Rakya Hom。那接下来呢是多杰雄登眷属的这个咒语，比如说他的主要的这个部长下属卡切马波，卡切马波的咒语就是 Om Sri Dhammapala Hom Pe。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多杰雄登护法的这个眷属呢 ，Namka Barzin， 他的咒语就是 Om Biyada Pa Dhamma Dara Soha。那个我们念咒语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姿势呢？其实念咒语呢，在我们这个阶段来说呢，念咒语要专心，就是念咒语的时候不要说分心去看其他东西，或者是想其他东西。我们要专注，因为在我们现阶段呢，最重要就是专注。所以我们念的时候呢，如果可以念出声的话，最好念出声；如果不能的话，至少念到自己听得到的那个声量，那就是专注的这样念下去就非常有效。以上所说的、所介绍的这些多杰雄登的各种咒语呢，对我们大家生活各个方面，要么世俗上或者是灵修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正所谓呢，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可是呢，现在呢，我们已经得到了宝贵的人生和听到了宝贵的佛法，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多多修行。因为人生呢，如梦幻泡影，很快就会过去，如过眼云烟。那只有实实在在的修行，才有真正的利益。那我祝大家呢，60吉祥，福慧双修。谢谢。